你以為嗰啲富豪得閒冇嘢做，去承包嗰啲荒山野嶺係為咗搞啲咩生態農業啊？真係想體驗一下田園生活咩？咪傻啦！佢哋搞幾十畝地啊，先攞個幾千萬嘅國家農業補貼，再利用呢啲地咧去銀行做個巨額嘅農業貸款。咁有樣嘢好重要嘅係咩啊？農產品交易係免稅嘅，隨便虛構幾十億嘅農產品買賣流水，連稅都唔使交啊！黑嘅瞬間變成白㗎啦，仲好用過工業洗衣粉啊！然後咧，你又以為嗰啲大佬使幾個億買嗰啲年年虧損嘅海外足球隊係真係熱愛體育啊？太表面啦！佢呢啲啊係為咗合法嘅資金出海啊，國內賺嘅錢可以用購買外援、場館建設、海外活動贊助嘅名義，名正言順咁樣打入佢哋嘅海外帳戶啊！球隊一年蝕幾個億，求其啦，冇所謂啦，只要啲錢平安降落啊，呢個就係最高級嘅資金偷渡啊！然後咧，你又以為嗰啲富豪啊掉幾廿億搞嗰啲咩慈善基金啊，真係為咗普度眾生、回饋社會啊？你諗多咗啦！佢哋將自己名下嘅資產全部捐晒入基金會，幾十億嘅遺產稅瞬間唔使交啦！唔單止咁樣啊，基金會嘅錢咧想點使就點使，左手咧用基金會嘅錢買自己嘅私人飛機，右手咧就幫自己嘅姨媽姑姐開出幾千萬、1000幾萬嘅年薪。慈善嘅名聲咧就賺到夠晒啦，控制權咧一分都冇少啊！呢個叫咩啊？左手過右手嘅合法免死金牌啊！仲有嗰啲富豪嘅太太啊，成身都係帝王綠啊、割血紅啊，真係為咗晒命啊！一嚿石頭2000萬買翻嚟，然後揾個熟悉嘅鑑定機構開出2個億嘅估值證書，轉個身咋就可以去信託機構抵押出1個億嘅現金啦！而且而家嘅石頭啊，唔使交啲咩房產稅乜稅物稅嘅，如果有啲咩突發狀況啊，隨時都可以放入個袋帶埋上飛機嘅。呢啲咪叫終極嘅便攜式硬通貨咯。仲有咧，嗰啲瘋狂投資所謂嘅虛構 AI 元宇宙啊，其實啊係冇任何盈利能力嘅空殼公司嚟㗎。只要拉上幾個名校博士出嚟企啊，靠住旗下公司嘅左手到右手嘅虛假訂單，就可以將估值推到100個億啦，直接去2級市場上面上市套現啊！就算到時候公司退市，你蝕到渣都冇得剩，但幾十億嘅現金啊，早就已經入咗大佬嘅袋入邊啦，全部都係喺度啲散戶喺度幫佢埋單嘅咋。咁普通人咧，仲喺度為每個月嘅房貸車貸喺度精打細算，認為有錢人只係運氣好啊，捱得苦。你睇到嘅全部都係佢哋想俾你睇嘅表象嘅咋。慈善咧。